新庄人民甲阳光基金会培训10来教练哦，望讲帮助身心障碍者找到因家己适合做的运动。成果最近伫台北华山文创园区内展示，嘛提供一般民众来体验看卖的。说我基本上是没有上过体育课的，从小就没有上体育课过。那我觉得应该也不是老师不愿意教，而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教。 这阵运动健身长时行，身心障碍者线常常找无障碍场馆，教练嘛唔知影安怎教教。身心障碍联盟甲阳光基金会合作，培训16个教练，用适合的方式带视障者甲肌障者练体能，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视障者，他们只是眼睛看不见，他们的手脚并没有问题，而需要的只是一个语言上的交流。 什么叫猫式？什么叫熊式？什么叫棒式？我们经过这一次的课程里面，原来是这样。身心障碍者无所不能，只要有适当的支持、跟培养、跟训练，我们还是什么都做得到。身心障碍联盟表示，未来会继续针对无共障别研发适合的体能训练模式，嘛希望更较侪教练会当做伙加入培训课程，互身障者想要运动的时，袂阁找无人。 大家可以跟身心障碍联盟联络，我说我大概是什么样的障碍，那我住在哪里，那有没有在地适合的教练，我们来做媒合的动作。这一批训练出来的新教练，相信可以帮大家进入运动的殿堂。身心障碍联盟12月13到15嘛，伫台北华山园区举办互动式展览，民众伫现场会当体验身障者生活拄到的各种状况，嘛会当感受到身障者运动的情形。记者林思社桂林台北报道。